即马真侪人厝内是拢有饲动物伴，厝内有饲狗啊、饲猫的数量，这几年是持续在增加。根据农业部上新的调查，咱台湾有人饲的狗啊数量是已经超过148万只，比顶一期登记是增加要2成。也若有人饲的猫啊数量是增加50%，是加真侪。不过目前饲猫啊并无强制爱做动物伴的登记。即马农业部当地评估。未来若是饲猫啊，就要做强制登记，若违规会罚3000块。甲猫仔揽咧大力气，猫仔游玩乖乖互抱咧。厝内饲猫仔黄先生感觉饲宠物会当转移悲伤的情绪，真疗愈。当初时无选择饲狗仔，就是变过饲猫仔较好照顾。养狗的那个就是有时候要带它去遛狗啊、尿尿什么的。那我们上班族下班了就很晚了，可能没办法这样照料狗。囡仔愈生愈少的台湾，宠物数量一直增加。农业部去年上新推估调查，发现家犬数量超过148万只，比前一期增加19%。家猫数量增加更较紧，增幅更加来到50%。通常养猫，因为它大概就在家里面，那2-3只猫它也不见得会有声音。养猫族群它养的数量常常都会不止一只。统计嘛显示，饲猫仔户数增加，比前一期增加3.8%，饲狗仔定增加1.3%，饲其他宠物的户数嘛咧成长当中。而宠物登记，狗仔比猫仔悬，目前猫仔还未强制宠物登记。不过地方观察到，流浪猫仔数量逐年咧增加，制作未少问题。猫咪比较多的话，很容易造成就是说有跳蚤、噪音，还有那种环境污染的问题。游荡猫的困扰真的是有一年比一年增加。风地所表示，山区民众嘛通报流浪猫仔的数量咧增加，造成野生动物伤亡。对此，农业部嘛咧评估把猫仔纳入宠物登记，加强主人的责任。风地所指出，离外口饲较会造成流浪动物挖做伙，这嘛是一个大问题。记者林俊梅张主家台北报道。